但係點解 sight reading 可以做到咁順暢啊？就係因為本身嗰啲音你已經知道，跟住拍子你又熟 ，major 又熟。如果你好熟一啲，嗱，我諗我問你呢個問題，可能你都會講到個答案。如果我成日練習，我只係練某3個 key， C major、A major、D major， 咁我遇到嗰個 sight reading 可能就係呢個 key 裏邊，咁我當然好有信心，係咪？但係如果嗰一個 sight reading 嘅譜係有6個 flat， 係有6個 sharp， 咁呢一個 key 嘅 scale 我比較少練，咁我都會喂，等陣先，咩事？發生緊咩事？呢度邊個音要 flat， 邊個音唔使 flat， 我都會冇咁流暢。如果你可以拉好多 scale， 喺 scale 方面你已經係好有信心啦。即係問下你自己，到底你有幾多樣嘢係有信心先？你對個 key 有信心 ？OK。你對呢個 key 或者係 minor 嘅時候，你對呢一個 minor key 裏邊有啲乜嘢 sharp 啊 flat 啊，你都有信心。OK， 呢個有信心。你有 solfa name， 你見到個音，你知道佢咩 solfa name， 你知道呢個拍子。OK， 一拍咁快嘅話，咁半拍即係噠噠噠噠 semi 即係啦噠噠噠噠噠噠噠。而你知道呢樣嘢，你亦都知道右手係喐幾快，喐幾慢。OK， 你全部呢啲嘢好似一個個 tick 咁樣，你齊晒嘅話，你帶住咁多個 tick 去睇呢啲 sight reading，好難，好差嘅。